如何忘掉你？誰令我今天開始不喜歡講話，暗裏卻繼續再想你？怎麼掩飾心中的哀傷？手裏感覺到你雙臂的冰凍，看冷雨在臉上的心中忐忑伸出一雙手，只要不顧一切的擁抱，你叫我的心倒留在你心底之中了一番說話，你愛我是明白你，誰令我今天開始不喜歡講話，暗裏我繼續再想你。怎可掩飾心中的哀傷？手裏感覺到你雙臂的冰凍，看冷雨在臉上的亂爬，心中忐忑伸出一雙手，只要不顧一切的擁抱，你叫我的心倒掛。怎可掩飾心中的哀傷？手裏感覺到你雙臂的冰凍，看冷雨在臉上的亂爬，心中忐忑伸出一雙手，只要不顧一切的擁抱，你叫我的心倒多謝各位，感覺如何啊？有啲緊張，緊張啊！有啲緊張，第一次上嚟國外比賽，所以有啲緊張。OK， 老師話齋，多上就會唔緊張㗎啦。係啊 OK， 好，有請兩位老師。你有什麼要補在技術上面，跟剛剛那位陳敬賢是吧？怎麼捨得你那個都是一項共鳴的擁有者吧？高音的弱混做得非常好啊，弱混做得非常棒，这是一个很有难度，并且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啊，弱混做得很好。最后那个高音如果也用弱混做的话，就会更好。不要把真实的声音，就是最后那个结尾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弱混上，才有一个绵延不绝的感觉。明白就好了啊，前面都很好，謝謝都很好啊，歌曲也很經典。然後從低音到高音，整個這個銜接的過程也非常好，這就是弱混的魅力啊！謝謝老師，繼續加油！謝謝老師。都係嗰個伴奏嘅問題，爭啲都係爭啲。好，下次揾個好啲，因為太耐啦。呢個最後嗰個一定係要俾晒嘅，你後邊係俾晒嗰個伴奏冇咗，好奇怪。係明白。OK，多謝老師。Thank you。好，多謝。